各位益友大家好，歡迎嚟到魔鏡號，又係我鏡仔，再次同大家見面啦。咁之前講過，胡志明市而家最紅嘅夜生活，一定要講龍宮。咁今日我就再同大家去 BLC 龍宮嗰度揭開呢一個別墅嘅神秘面紗。咁提大家記得追蹤同埋 subscribe 我哋嘅頻道，亦都可以加入我哋嘅 Telegram 電報頻道，進行更加深入嘅討論。咁我哋而家先喺 BLC 呢個鋪頭嗰度等佢送我哋過去別墅嗰邊。咁去到別墅之後呢，咁我啲朋友呢就會班埋一齊過嚟噶啦。咁其實龍宮究竟係咩呢？咁我不厭其煩就再講多次。龍宮呢其實係泳池派對，係由一個越南嘅知名活動策劃公司 BLC 所舉辦嘅。咁佢專門為客人提供一站式嘅活動體驗。咁公司旗下最受歡迎嘅一個計劃呢，就係叫龍宮啦。咁其實龍宮只不過係一棟別墅嘅名嚟嘅啫。咁呢個別墅入邊呢，有晒 KTV 房啦、泳池啦同埋各種遊戲室。咁佢哋就會安排好食物、酒水同埋各種嘅燒味俾大家。咁亦有你只需要俾一個價錢呢，咁佢哋就會幫你安排好晒所有嘢噶啦。咁你就唔需要自己去訂別墅啊、揾 Airbnb 啊，然後又要去安排食物、飲品等等，咁就慳咗大量嘅時間啦。咁啊，啲朋友亦都陸陸續續嚟到啦。咁我嗌得人呢，就一定係大場面噶啦。而家出去迎接佢哋，咁等間我哋先上去 KTV 房嗰度玩一玩先。咁其實而家胡志明市咧，好多人咧都會將呢一個龍宮別墅咧當埋一個 KTV 咁樣玩噶啦。咁主要嘅原因就係因為呢一個龍宮佢一個門票嘅價錢，其實佢已經包埋你一啲酒水同埋一啲基本嘅食物，咁就變成咗一個任飲任食套餐咁樣。咁而且因為佢嘅環境其實佢比 KTV 房係更加好啦，佢有各種嘅活動啊、遊戲室啊等等啦，而且你比起價錢嚟講呢，其實唔會同 KTV 爭得好遠嘅。咁啊，因為佢乜嘢都包晒，你就更加唔需要驚佢有灌單啊，或者整啲假單俾你嗰啲咁嘅情況。咁所以而家就越嚟越受歡迎。咁因為我嗰啲都係越南朋友啦，咁其實佢哋飲酒都係幾癲下嘅。咁你見到其實個氣氛係幾唔錯嘅。咁你跳舞啊，咁不過因為我哋嗌得太多人嚟啦，咁你知啦，人多呢，就一定有啲人係坐埋一邊啊，撳電話啊咁等等。咁之後我哋就去龍宮派對入邊最重要嗰個部分就係泳池啦。咁其實佢仲有一個好大嘅游泳池，咁你係可以喺入邊進行各種嘅水上活動嘅，都喺泳池嗰度玩呢係非常之好嘅，種嘅玩水啊、跳水啊，跟住一啲游泳池嘅水上設施啊，咁其實玩起上嚟就好過癮嘅。咁呢啲咁嘅泳池派對呢，你玩得越放呢，咁就一定係最好玩嘅啦。咁如果你係怕醜嘅，你亦都有一啲比較私人嘅空間地方。所以我一般建議係一定要飲少少酒，咁人呢先會玩得比較放、比較開心。咁無論男女都一定係咁樣噶啦，有少少酒精作用之下，咁先會比較好。咁最後提大家，如果想訂房嘅，歡迎可以揾鏡仔我。咁亦都歡迎大家加入我哋嘅 Telegram 電報群組同埋頻道，進行更加深入嘅討論。好，下次再見。